乡亲，大家平安。今仔日是新历的4月28，旧历的4月初6，礼拜二。新闻的头一条：哪吒无挂牌的汽车，警察压请化驾驶落车。这是发生伫彰化，有2个员警巡逻的时阵，发现一台轿车无挂车牌，员警马上来赔请，大声来化驾驶，叫伊落车。这个驾驶看到警察赔请真不满，嘛大声来回呛讲家己有行照。当然最后也是乖乖来受检。 但是警察互苛刻咯，查一台无挂牌的车，敢有需要安尼大动作赔请呢？警察局是来回应讲，2个员警所有的动作拢符合哪吒的标准定序。下车！你先下车！你来先下车！员警压请要求无挂车牌这台车的驾驶随落车。下车，电话放下。你证件出来。 我没有什么东西，我进你这个车牌是我是哪里来的？你能好好讲吗？啊，车子哪里来的？可以好好讲话吗？车子哪里来的？炸啦！车子哪里来的？先来驾驶看到2个员警，一个压请，一个压困啊，不满因的态度，大声地甲因呛，或者已经将请手长的员警随时要赔请。我合理怀疑你是上车。那你合理怀疑我？如果我不是的话，你先这么凶的，我合理怀疑你刚才的行为，我没有那么多。举枪，我没有那么多，你举枪什么？我没有那么多，让我危害了，没关系。 双方的大细声，驾驶嘛知讲家己较唔对，乖乖接受检查。警方就来调资料，发现讲这台车根本就已经被注销啊，不应该开上路。注销车辆无牌行驶于道路，违反《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》，处罚新台币3600元以上10800元以下。 啊，是安怎查无车牌车需要赔请上这台轿车？警方讲当时员警压请是为着要警戒避免驾驶驶车逃走，嘛强调讲2个员警所有的动作拢符合标准程序。